这几档各组外漏的事件常常发生，昨传出讲健保署前主任秘书伫过去13档长期甲健保的资料外漏，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民进党立委是批评讲，咱台湾政府的资讯安全是真弱，无敢若怎咧？所以发展部是建议讲，健保署应该爱加强系统的管理。也毋过立委是表示讲，所谓发展部讲啊一副无因代志共款哦，嘛互人无法度接受。最近这阵小连锁发生华航会员资料库号骇客入侵，加健保署内部员工疑似偷卖民众个人资料。17所谓发展部部长唐凤针对健保署案件回应讲，调查局正在调查，司法部会使提供协助。这个讲法煞引起立委不满。这个部分就是调查局正在调查中，他们是有所掌握。那技术上面如果需要我们协助，我们全力协助。昨天的这个回应让我们觉得好像数位部只是一个技术外包单位而已啊。立委刘世芳也统计，自2016年开始，台湾已经发生8件公务机关各自漏泄案件。洪新汉认为，这么多案件发生，无应该再看做只是个案。立委罗品瑜也要求司法部爱会同各案单位等，审视政府的资源空隙，而且定出专职机关。司法部表示，目前有发现2个资源的缺点，是健保署甲各机关应该注意的。落实系统的权限管理，我们有一个自然有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最小权限，只有在工作跟业务的必要之下才有权限，各自的问题。那这个查询的机制，可能我们还会再检视强化。这样子用很简单的正风机制，在查核日新月异的数位时代里面的资安的个资外泄案是不够的。另外，国发会表示，目前正在按照宪法法定的要求，建立独立专职机制，因为牵涉到组织改革，会保护行政院继续研究。法务部表示，会组成下部会团队调查相关案件，也会加强检察官对资讯安全的专业度。记者郭炳条随台北报道。